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次咧，我帶你睇呢一間咧係沙田好運中心嘅一間一房單位，348尺，而家係可租可賣嘅。咁我帶你睇下室內環境。先從大門望入去啦，咁見到其實屋企係做咗裝修嘅。呢一邊咧做咗有啲收納櫃，可以當衣櫃用。呢一邊咧有鞋櫃，咁呢一度咧亦都有收納櫃啦，擺下雜物咁樣。而呢一邊咧就做咗係廳啦、梳化啦、電視。景觀方面，我哋嚟望下啦，可以望到內園，景觀係清靜啲嘅。跟住睇下房，咁而家係做咗一房嘅設計。房裏面咧做咗個地台，收納位亦都非常之充足啦。跟住呢一邊咧係浴室，浴室係做企缸嘅。而隔離咧就係廚房，廚房已經有雪櫃、洗衣機啦，緊廚設計。